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初5，旧历的8月初7，礼拜4。新闻的头一条：恶人恶报是马上报。上门要共卡油爱钱，结果是七龙八倍白日龙。这是发生伫苗栗的一间沙石仔场，常常来一阵恶煞，野枪冲入来，一开喙就要爱500万。头家娘毋是软啊，马上就摕辣椒水甲因喷。这恶煞想要开车来逃走，阁互怪手砸落来，为车挂乌一坑大坑，这声袂笑着咯。嫌犯伫沙石场的办公室外口开喙就要讨500万，头家娘门一个开，就甲因喷咸椒水，规阵人火喷一个一日退后，水咸夹穿过落伫涂骹，看起来有够狼狽，水咸可能感觉无面子，按落去将枪扣起来，凊彩开2枪了后做走。当作讲坐这台白色车走出去就无代志啊，毋过沙石仔场的头家仔囝无要放伊煞，直接使怪手将嫌犯的去路挡掉咧，甚至伫咧车顶甲掘一坑，出来过一连害嫌犯只好跳车坐共党的车离开，恐吓无成，这声有够死气。砂石场闯入多名男子，其中一名男子朝屋内射击2枪后，随即驾车逃离。顶个月30，苗栗沙石仔场和嫌犯牙枪要去恐吓，结果1箍都无讨到，颠倒互人喷规身躯的咸椒水，车嘛被卡歹去，阁有警方抓到，这声互警方依照恐吓、枪炮等等的罪嫌移送。